新北市树林高中互学生申诉，讲这学校不准学生伫外口踏球啊，若准前来到学校，就要奉体罚开合跳跳200下。有学生到达已经累计2000下咯。学校表示讲是无限制因踏球啊，只是讲穿便服的学生就要写反省书。若准唔写，就照学生的建议用这开合跳代替。教育局表示讲，这开合跳无符合规定，已经请学校改进。 放学啊，树林高中的学生囡仔陆续离开，走出校门口，就会当感受寒流的威力。有学生囡仔穿羽毛绒啊外套，也是连帽的衫。不过10月到11月份，有3个树林高中的学生囡仔甲青民协申诉，学校唔准穿风寒的衫，而穿一届爱罚开合跳200下。有学生囡仔已经累积2000下。 树林高中的案件是非常严重的体罚，而且有学生竟然被处罚，累计超过2000项处分，甚至是学生其实是在遵守教育部的服装仪容规定下，还遭受这样的体罚。青民协表示，教育部108年修正服仪规定的原则，学生囡仔会当依照家己寒热的感受，校服内外加添风寒的衫。树林高中违反规定，搁体罚。校方面回应，无限制穿风寒衫，是学生囡仔直接穿便服，爱交自省书，若是无交的，就爱用开合跳代替。同学们就觉得说啊，我不要写这个自省书，好啊，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来做？所以才会有体能的一个实施的一个方式。学校是讲开合跳是学生囡仔建议才同意，嘛无2000下这种代志。不过，服役违规的6项辅导管教措施，无包括体罚的开合跳，所以教育局请学校随调整相关的处理。 好，这个我想我们会从善如流，来改善这一块啊。青民协指出，109年调查5至6成的高中已经遵守，去年调查又搁降低，这应该甲疫情期间教育部甲学校沟通变差，而且校务人员轮替、管理低能不足，教育部应该搁重新检查服役管教措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